做 gym 嘅迷思啦，即係佢好似話啲人話做完腳就特別 horny 啊，係咪真嘅咧？即係男同女都特別想即係 ush 嘅咁樣，係咪真嘅咧？我自己覺得啊，我自己覺得點解做 gym 會係喂點解會做完之後就好想嚟翻劑啊，出翻劑先咁。其實唔係啊，其實你訓練做運動都係噶，因為你男性荷爾蒙點解你身體會出多啲男性荷爾蒙？因為你身體有呢個需要嘛，要增長肌肉嘛。咁你男性荷爾蒙多啲嘅時候，你先至可以增長肌肉噶嘛。你身體 sense 到呢個需要，咁其實你做好多運動啊 let's say 都可以增長你嘅男性荷爾蒙。變相你男性荷爾蒙多嘅時候，咁你咪會更加想去做呢啲，即係你都會帶動到你個性慾㗎。咁我想問女仔會唔會咧？女仔有冇聽過啲女學生講？哇，操完腳之後，哇，真係好想俾人執翻嗱，而家作為一個女性嚟講啦，我覺得唔關操腳事啦。其實你做運動你就會有呢樣嘢。我覺得做運動通常性慾都會好啲，同埋老實講，我成日都覺得你條氣好啲咧，或者你有做多啲少大樣啦，你持久力都會好啲。持久力好啲嘅時候咧，咁你都明啦，即係。